娘子请我来。轻舟要过千里路，晚上风光美似图。方长风桑桑野来冲霄花，他已是夫唱妇随本是娘子，不然困脚下鱼儿对对西地波。他已是心的永娘子，快走吧。娘子啊，迎来一日陪你神，浑身啊，万娘梦听早悲伤。娘子，快莫说讲明，你我不是朝夕行过亲临卡店，养起几日再迎上路。娘子在此稍处片刻，陪我去行本卡店。浑身走去走回。娘子放心。哎，这路没有长眼睛啊！这路唱到我的手上来了，分明是你唱了我，分明是你唱我配送。大爷，休得无礼！话不退下，实在小姐茫然无礼，得罪臣兄万望死才。区小事不必挂意。看臣兄风尘仆仆，两是外乡到此。正是。不知臣兄真姓他名，哪里曾是？谁？哦，小生名讳何分析，祖籍家乡谁常追？不知这位是？夫妻相闻赴京都，如今到底大跌退。原来是周夫人，长辈这下有礼了。神兄万里。官人，天色不早，问路要紧。臣兄，御殿盘上不放心，寒水宽敞看可虑。我与你萍水相逢，怎可当朝？今日与愿来相识，愿定今晚结子还未请教神翁珍惜。我心上听他话语。对，
失尽了。愿与你人世为门可相随。这个你我出门在外，还是小心为好。上年老夫子殷勤须留神，苦苦把一片真心来献他。娘子说的句实话，什么子女之命，我管不尽，要留子女性命谁？既说神兄不用履行我家，岳生也不管年前。这是神兄才的女眷，哎呀，可要留个清净客店才好啊！是啊，东街有个牧羊人，客房宽敞干净，是黑人第一等清净的客店，倒是十分相当。我养了。在下有位神兄带路。真是美才啊！姐妹情，送上那夜天子生。樱花可惜落根去，他因我也要做个西花神，才来风雨，穷人有余呀。转身他来，我胸襟不忘人，来年欢喜都不累人，自求神灵多保佑，不风不浪不飞他情同世俗，细成我清风相迎，情断神。官人，请用相迎。娘子，你路途辛苦，你该好好养息几日，千万不要为我再操劳了。在这旅店治疗几日，我身体早已康复，明日一早就可以滚路了。明日就能上路。是呀，康济不远，你我还需介绍观望进度。是啊，官人，快用了这杯香茗。是此玉了。
娘子西山里亮红芒光，算玉明，今日里分水火影配难迎，你本营门千金我是穷途落他身。家造颠沛很本应送及当今是尊朝真，陪等我父母上忙无迷门，为谋生与古今般不过灵，到今尝到绍兴人，跟女娘子连中央，没有淡定上神话你。想不到弟弟夫人有私情，曾家规要逼我家中成。因梦有梦，令他你可以相聚上到门，从此日同命相连，共相依。从此时隐隐相在心连心，我怜你龙困沙滩难飞腾，我敬你胸怀宏图自凌云，仰慕情深托中神。某日萤火得风凄凉地，有朝一人不轻红冠压背媳妇身，夫人请啊！我不见你凤冠压背媳妇身，只愿你早在世间把冤生，得在胸中凌云之福报。
乾坤。娘子，我的好娘子啊！官人，侯公子，侯公子，来了来了，官将来了，不知如何见教？我家太爷白天相亲，侯公子今天务必过府赴宴。哎呀，这个我家大爷说请了几次，侯公子都不肯赏脸。今天是再不去，就是看不起他了。哎呀呀呀，小生正官实是不为应接。侯公子不应就少饮几杯，因我家大爷谈谈文，做做事，退后不可。哎呀，这是此聪明些是。官人，官人，你那张当素妃平生萍水相逢，我看这酒还是不去饮的好。娘子，想那张当虽是萍水之交，连日来虚混温暖，人情苦关。哦，何况我们明日就要离开海宁，也该去向他道谢是也。此次酒要少饮，不必早去早回。去就为娘子放心些是。侯公子请，请。请。娘子告辞了，请，请。请。侯娘子等来了。啊，有劳店家。侯娘子，侯公子到张大爷府上去了。是呀，刚才曾府管家到来相亲，我官人无法退事，故而去了。看来这里玉明堂。店家你们准备在这几天呀？啊，我们明日一早就要走了。对，万事早些，同身体好。侯娘子，在家千般好，出门万事难，一举一动你们要小心。为啥呀？我醉了。好。啊，店家，店家，我官人离位，请你且慢算上店呢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如今风雨前方草烦，神秀一代天涯有心神。莫不是团队换，追到丈夫，莫不是冷私分，放了时辰。哎呀，官绅此事不为传，不应来你几岁心。小娘子不要害怕，是区区我啊！夜半三更，你怎可到此？小娘子。喝醉了，怕你才别
逃不出我张大爷的随掌心里。小娘子，小娘子，小娘子，是你？原来是张大爷。张大爷，你到怎么也不吩咐一声啊？我来问你，你可曾看到正我养来的小娘子？小娘子？张大爷，你到我养来找小娘子？哦，是啊。滚！滚！是。滚！大爷，回家弟兄滚！醉了，那小娘子已经逃走了，请我走。是。慢！今夜好事不成，倘着何文虚醒来，是何法了？大爷，两小非君子，妇道不偿夫，干脆把他。慢！我来问你，何文虚救灾以后是谁陪在他的身边伺候？是小丫头梅香。梅香，过来。妙啊！何文虚杀人了！冤我天哪！我文虚好冤呐！天昏昏，地沉沉，
上苍，分配上苍。家送来了青天章，我国父戚夫人应举谁料相信来自何容天降，谈见没想一迷茫，道道人说将我绑，踉踉跄跄到公堂，时时天天都在撒媚香啊，黑人我多应被攻，我生难当，是今是冤人黑的天理何方？为什么富古人遭此这样？要念难相亲。高阳天长，高阴阳。要去谁？
是非是梦里鸳鸯，梦里鸳鸯，情把身。真造真，不冤。冤我天哪！你不要再叫了。迎北去，红林我真是有冤呐！回去，身上你我不能走，你妈想死谁，还叫什么冤？大嫂大嫂，什么事？张大爷府上的管家到狱中来了，有事交代。哦，他在电狱房等你，你快去吧。不去。大嫂，张家的人你们可得罪不起呀！冤枉！何文秀，你不要见鬼！你可知道王德大说他刚刚死了儿子？我真是有冤呐！何文秀，哦，我养了爹父王小儿子，我之交，你的事我都知道了。哦，我一定设法让你们夫妻见面。大嫂，你去吧。哎。何文旭，这酒你喝了吧？大嫂，这是何意？哦，这每句好菜，老内不可多得。你就去了吧。这酒菜从何而来？这，有人找你。哎，好，这酒菜，莫非香粉已经披下，我明日就要巧事发生了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。昨日里彻夜不归，我气断肠。
我今已难嫁居姑娘，在我私房非为定，想不到皇我从天降。自小当凤凰，这张当可是熟悉恨日郎。你休的呀吧，你若是跑对路面去行人，只怕是羊落虎口遇人。娘子啊，心里美，真悲伤。你所里黑人面这样，休将恨水再思念，陪来生。你我再见红丝遥远呀！我就来自己鸳鸯，这一生患难阻击心里伤。不真啊，我负有生。娘子，我深愿相有希望。娘子啊，多珍重街上生下儿女好抚养，啥能对扶贫扶灾长生人？要叫
他做一个磊落之人历史娘子，官人，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也要替官人告上申冤。娘子，你千万不可鲁莽行事啊！娘子，时日不早，茶姐弟就要来了。小娘子，你快走吧。娘子，小娘子，娘子。何须本是无辜臣，我落井下城，真诚心，这道是欺天难欺心，且慢。文旭，我来问你，你张堂皇上有冤，今日月初，你他真为相你杀，路上萍水相逢，可有虚话？句句实言。好，此次我对你实话讲了吧。方才张道明管家张信前来，见我问银20两，是你杀他一气，不共戴天，为了灭生变卦，将你我将这酒菜送进牢中，将你毒死。好圣旨。大孙女，你修金怕莫担心，王德不杀，父孤身。好送。情
夜深人静，我再设法救你逃出监牢。我是逃出牢去，狱中无人打手也不免呐。我是有旨意。我儿王察今日评估尚未成立，得夜深人静，将我儿尸体悄悄送进监牢，将你定体。事成之后，我速去禀报，使你何文勋疾病身亡，结果前去复命，自愿退监，死于张堂担待。他说事此轻重，分修定当言官接草相报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改名王察。王察，这2文银，你就带在身边。出狱之后，千万小心，若你能有出头之日，也不枉我今生救你仔细。是次你负谁上，受孩儿一拜。不错。
来领导出地狱，李贼。邻居害人面本薄，平平家家开了这牌小茶馆问问把十图，乡亲们你帮他帮我，老老小小谁不晓得杨妈妈去世我看辰光不早，我要张氏开张嘴。定军啊，定军哎！来啦！哦哟，这个手头现在刚刚起床，还不晓得来帮帮娘个忙。妈，你看，沈家正在用功你。妈，你不是上说新一连夫要进呀，可怜吗？再说今天又是3落9成。哎呀，公得我忘记打针，好阿囡又出现。我本来才出息嘛。阿囡，练过一些马就好了，我点功夫为的是旁生，马总局不要弄去跑马卖你，拿开了主管嘛，还是做生意要紧，晓得吧？晓得最好。晓得。我有修长了，他已经把炉子烧起来着，快点收拾着典当，准备开始。哎呀，阿囡，管他老师了，阿囡。杨妈妈。哦哟，这个手头了。杨妈妈，今天是你我们联群的日子，我们先来帮你打扫殿堂吧。是啊。好，俺去打扫殿堂。没来，光过去外面。
面追到王兰英的踪迹，谁知来到这三岔路口，却不见了。想是那王兰英定是到杭州府去高唱，不追这条路，还追哪条路呢？哎，走官，查问查问。是。老太婆，快来接过我家张大爷。哎呀，今朝是冬暖水不断断国风啊！那个会把张大爷关到小客栈来着。哎，张大爷，这主官虽小，出刀不少了。喏，与东丁北路西湖龙井，季风明媚，君山立正，乱花瓶望山冒风，云南荷叶苏州火烛，我会唐伯福建铁观音，红烛牛肉做青毛梨火烛香喷喷。不知张大爷，侬要吃啥个醋？少啰嗦，谁要吃你的茶？哎，张大爷，俺这里是醋馆，张大爷侬不吃醋，到俺醋馆来做啥嘞？我家太医话问你，我来问你，你可曾看到有个身背包裹的小娘子？哦，身背包裹个小娘子，长得不高，还不矮，对，不算还不胖，对，长得娇惯个漂亮，对。哎，张大爷，侬当听这姑娘做啥嘞？她是我府里的丫鬟，退了金银之宝，钱到在外。是啊。哎呀，可惜张大爷，侬来迟一步再来。那姑娘刚刚进店，讨了一杯茶，又急急匆匆往东边小路去走。当真？整个顾尊哦，张大爷，侬不相信，讲我又何必多管闲事呢？张鑫，是。我晓得在，是不是张大爷？万一那姑娘藏在我个店里，好伤得那不放心。听君啊，拿统统出来，让张大爷受点。去公公。是。哎，走。大爷，禀大爷，那我们是已经死了。好，滚蛋！哈哈，大爷往来一才吃，大为夫去。慢，大姑娘不是那府上屋头，不争大气。你管起张大爷的事来了。侬来了外头荒淫不道，我无法管教。今朝光天化日之下，来了我个茶馆里强民女，杨妈妈，我是非管不可。你管天管地，管不了黑人张大爷。带走。是。啥个地方？那个为了在张堂个手里，妈妈呀！在府饮食常惊动，谁知道路过黑人欺大户，实张当实计谋欺为奴，想不到浑身他还原村是好命苦。这张当场是去人观相顾，没去还不太空，会不会轻易将他放？当他一个才笑。
定报答妈妈与众家姐妹救命之恩。来人，告辞了。姑娘，侬那个讲出这样的话，跟侬要到啥个地方去了？妈妈，来人与官人胡文信同结心上，生死相依。本想杭州高尚深远，岂料官人他已早生美恨，欢恨而去。官人已去，来人岂能忘我于世上？我要掩埋好官人的尸体，随官人而去。姑娘，绿得青山在，不怕没差走。更何况张当剪掉休息，侬孤单一生，实在了富困，可是我是好你。这人怎么知道姑娘死了？是可惜啦。可惜什么？我与他非亲非亲，若是能做上半点亲，我也好名正言顺出来来相助啊！你莫再说，是女孩一把。好，今朝我就生下侬这个乖女儿噻，快快起来！从今朝起，侬就住在我家里，要是有啥个风吹草动，统统由妈妈承担。多谢你母。定金啊，还不快见过姐姐？见过姐姐，姐姐呀，妈妈，恭喜呀，妈妈。快快叫陈妹叫娘，敌对夫妻面遭殃。不叫陈留那个他。杨妈妈，张太爷，老什么？笑出声。开开木弄出上堂，父与爹娘来教养。杨妈妈，我今朝要来教训侬，侬两只耳朵拉拉长。张家祖宗上应得，养了侬这头上上场，就对来侬小出哪个伤？王玉父生面相是兰妃黑心鬼肚胀，我光毛影上天亮，华氏做进去的般般生生多余一帮哪个仗？不要看侬成气象，兔子米不为哪个唱？不要看侬要把我弄骨头眼里为上苍，不要看侬不生乖，杨妈妈终于我生来叫阿个亮。哪怕侬光阴不法推荐魔鬼强强美女展开无辜，敲着了做不中央的闹得凶。到头来，千刀万剐报仇恨，扯进火笔成欢场，天要撇，雷要轰，叫侬是真天眼啊！那么好了吧？那个他，请我当。
那再想想办法。杨妈妈，长到北大岂能关心？还是摆到我家附近，距离3远。距离3远。是啊，距离3远。好，搬家。死前不得
黄茶上清人，赴考得中第三名，奉旨行恩到海宁，飞瀑四方查明经，要放张荡谁护真，再放我去往来人，但愿得淮南夫妻重相遇，再过今生老年。大人，今生先生讲过几次，你要小心了。是。明日去进访我杨律店户王小儿，可曾找到？我已去过我杨律，就在你出事那一晚，殿下儿便不知去向了。哦，你再去进访知情之人，务需要找到王小儿的下落。是。女儿，先生，女儿，女儿，阿老丈应不在此地可？你是张大，你问我的女儿，你问我的女儿。老丈清醒。我们不是上堂，我们是引路之神。是啊，你是原来，你是父的，你们为什么不争我的长子？为什么将我当得死去活来？老丈，我们送你回家去。家，你们生我诬告长大，将我关了3年监禁，我也是不家，可贵的生了。老丈既有问夫冤枉，我们替你伸冤报仇。伸冤报仇，是啊，你们。冬儿，你将他先带至船上，稳等之后再去寻访王小儿的下落。是。那老丈家仆身谁生？本须我也是扬州来的扬恨，恨真金枪尊冤乱朝政，无穷勾当太苍生。今日我身为新闻长官人，我定要伸冤报仇，惜命恩。一路迎，一路同，是真相称闹盈盈。张当我见聪儿们，娘子终应不此命。
原来是王三爷真为青龙上是难言。那一年他临别之时生云，两边是今日庭院小叫声，娘子啊，不知你今在何方地，不知你母子苦人，不知你夫口真特心，不知你3年是我冬瓜做事有想心不定，娘子啊，你究竟是还是生？也许确实3年整，今朝来迎要吉林，我女儿哭得泪不干，让她不想想也伤了心。距离上元把何必，深院个长子进衙门。谁知道官官相护不讲理，条条王法是空文。有权有势能忘形，平民百姓是冤难伸。越是越相信越恨，为什么人没有报应啊？叫上市会何啊问谁？今朝光夸来显啊灵，我做张堂报仇恨，陪你地方好兵。妈妈，你在讲什么？我来了讲何文水啦。胡文书，他在哪里呀？那何文水已经死了3年了。神医死了，妈妈因何杀他？今朝啦为做3周年，我特地买了点5女儿，要赶着回家去呢。妈妈，不知胡文书是你什么人？是我个女婿啦。女婿。何文水个妻子王兰英是我个国能，侬讲何文水是不是我个女婿啦？哎呀，对，妈妈，不知你家是哪里？王兰英她可好啊？侬是啥人啦？当天我个国能做啥？侬是我想。侬想不我好意思啦？不，妈妈，你听我说，妈妈，你听我说，妈妈，侬实在要举证，我去要，不客气了。妈妈，那同来者啊！你妈完全回家我买了点5女儿，要赶着回家。你兰英姐姐还都是替你姐夫做3周年呢，跟我先走一走啊！妈妈，哎呀，妈妈，妈妈！你这位先生，这样妈妈做什么？方才听妈妈言道，今日要替胡文秀做3周年，故而想当听。何文秀与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当听他做什么？哎呀，快他不怀好意，不要理他，我们追吧。众位大卿，我与胡文秀乃是同窗好友，数年不见，不想他已经去世了。
今日既知他做3周年，我也要当他临前一吊，以表过桥之情。哦，你想去吉林？是啊。快点说马老师，那就让他去吉林吧。好，此次你就听了。我们是梦远上了命，花来银杯枪写外分。银玉呀妈妈当不平，就下来记命令。从此城内来举子，他江山就离上远去为孙。距离上远。孩子已有3岁了，爸爸妈妈取名就叫火灯灯。火灯灯。请问大姐，距离上元在什么地方啊？银谷山里桃花渡，金土落里桃花村，七宝两里来穿过。多谢大姐赐言，多谢大姐。这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救夫妻子成姻。难为这黑人还变了3岁娇儿红灯。举尊为让情难尽，归往那9里上元去放蓝银。先生，这样。罗女大气的银杏，9里上元放蓝银，银谷山里桃花渡。走过6里杏花村，7宝2领来穿过。呀，9里上元面前人。看着今日上元多美人，眼看人家人所问，那一边做礼貌谁会得胜？莫非就是杨家门带我上前把门推？为什么今天把人门关紧？
耳听那边鼓声响，不见娘子王妃行。后旁还有四唱人，那唱响来快分明。哎呀，唱口高来看不见，哦，有了，便亏啥头就看不清。粉碎巨魔向内望，只见一间小草房，小小城台朝上把，泼墨教育分两旁。三枝清香炉中茶，浑浊菜肴桌上放。第一位把香红灯天堂哟，第二位又见鱼儿扑鼻香，第三位香蒸蘑菇炖豆腐，第四位把菜香棍炒鸡掌，第五位姜烧胡桃牛鱼牛，第六位酱鱼花椒在花上。八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有一双。哎呀，看起来古人为我做39年，管家你娘子今已上。耳边忽听有人声，分明是母亲王兰英，夫妻分别3年整，今日相逢喜欢见。
子深深空怀人，不与我伤心泪难忍。但见他容颜娇人，深笑虽3年，虽笑到死尽。他那只本性还未死，我急忙进来去相认。哎呀，慢嘞！我此番给您回信到北京，身为新婚与从人，非报四方因公贵，为民子爱这非亲。啥时此刻将其人定在乃门杨家人，凡夜风声传策划，为张当知道有了真备的事不成。我前人美满相认，分手全足狠心人。好在是我欠下落一份命，但等到自强日子再负起人。我那去世的官人，娘子，我谁这里？带领台万箭穿胸，以往之血泪长涌，痛恨真村遭王死，好夫妻把身难共。见娘子痛哭伤心，归家里精神易容。娘子啊，你不必悲痛，谁可以苦尽愁梦？父啊父，你剑下冤问啥有理？保佑儿孙子早日懂，但求能替父报仇，母亲是人生最过的混淆容。如今我身为境外有权柄，报仇先能人公，那是夫妻重逢，西天人记录永官人，父深深交锋多不断，斑斑血泪关上断。想当初盈盈
才不离分，到如今只有你领队将我伴。叹娇儿年幼非成人，到何时才能去生还？哎呀，官人！娘子悲伤孤独神魂里，倒叫我随出无处少知音。待我进来起居。惊动了旁人上是非。哎呀，这。娘子书信只可生，文书之人放了心。娘家母女都纯良，孤纯是代代来世情深。杨妈妈。
一番劝慰心娘苦，实道是还要替文书来说明。哎呀，好哇！倒不是将计就计把机会，明日里我再到上院来交孙你。
文官气势气分明，激起迎来过流地。距离上元交水明，出自款项水明啊！还听有人叫水明，想起我官人，我看他平生毫无要谁想，为什么青春年少丧了看来念想难做真。想必生死早知定，命中好来命中坏，吉凶祸福能料定。顺得正来再夫人，顺不正来不要命。先生自称算得灵，请他与官人算了命。家道平安在难渡，哪有银钱来算命？声声高叫福生意，不见杨家有动静，难道兰英非听见？难道家中富有人？我想起了杨家家道平，莫非是富有人前来算命？我本是京都出来王先生，得到海人杨阳明，大户人家叫水明，明经要水富良人，中等人家叫水明。待茶待饭待点心，贫穷人家叫水明，不要银子本好分。倘若家中有小儿，先生还要送礼金，到天动地20文，送给小儿马高兵。万字听他算命，一步上前起山门，出自款项算命啊！不哭啊！我是青春岁月寡神。声声高叫妇人吟，道教文书心玻璃。难道我今日虚此意？放声再叫不为哪天？我的水命非别人，冤枉大日月顺得清。
穷人算命不收人钱，不要动电啊！我能生出冤枉大事。对哎呀，呦，噶好个先生，丁金啊，快点请林先生来算命。这是困相算命啊！算命先生，我家要算命。哦，来了来了。哈哈哈！妈妈江湖人有理。万里万里，哎，噶个先生好像有点面熟哦。啊，妈妈，我出是算命最难唱播，这黑人们还是第一次嘞。第一次啊！妈妈一定认错了。哦，噶神出在神出在，哎，神出在了，丁金啊，快把台子搬上。丁金啊，侬再去多补椅子来啊！先生，请坐，请坐。多谢多谢。哦，先生，我再去倒杯茶来啊！妈妈不用。先生啊，请坐。哦，请坐。多谢妈妈。哎呦，不要客气个。啊，妈妈，你要算的是男名还是女名啊？男名。请报是人不是？啊，哦，先生，侬说说，我去问来，我去问来啊。好好好。阿囡，侬丈夫个是人不是？快讲来。丁卯年，癸卯月，丙申日，辛卯时。哎呦，我晓得在，晓得在。多谢多谢。啊，先生，我问来了。喏。哦，是丁卯年，癸卯月，丙丙什么？丙金啊，丙啥啦？我也不晓得。啊，先生，那侬再说说，我再去问来，再去问来啊。丙申日，辛卯时。哎呀，对个，哎呦，噶个先生好哦。是人不是大本领，本需要算自己命。别人的命儿我不会算，自己的命儿算得准。先生，侬可要老老实实、详详细细的算来啊。好要是算不准啊，就抢了你的，走哎吧。不要巧，不要巧。啊，妈妈，我一不搬家，二不蒙人，找您这算。妈妈听到。祖上内命儿在，命里规定十种。
生。他主张家业无分，治理人家常贤人。出身原是官家子，父母爱他常常争。上无兄来下无弟，他是无妻无妹多一生。一居两岁娘娃抱，三居四岁离娘生，五居六岁不管口，七岁八岁上校门，九岁10岁与文昌官，11人多年，12岁到17岁。哎呀，妈妈！做啥啦17岁上有灾星，灾星？是啊，啥个灾星啊17岁明白天狗星，无风起浪不逃生，朝中见人来人爱，爱他连强我们，只有此名能到生，他是穷途老怕去飘零，苦逼瞎子故作强，苦润骨刚先万分。赢得红鸾喜心脏，龙少女4人名，暖无平静为标记，女无美珍4人情。先生，哎呦，真过，哎呦，对不起，先生，先生啊，侬说过和我闺女讲过是一式一样的。哎呀，妈妈，先生，对不起，先生，对不起，先生，刚回来又有那个套，回来海里怎么样呢？哦，等我孙来，对不起，先生，先生。 17岁到18岁，哎呀，妈妈，遇着啥啦？18岁遇梦大难醒，牢狱之灾飞来河，人民官司他在身。 民万小人恩相爱，谁却怨民难人。我那切死的官人，遇哭了。哦，先生。 我去走啊！耳听娘子痛悲声，分析心中人不人，我怎能假日顺命恩相劝？劝为娘子莫伤心。 啊，妈妈，此名是完好啊，是完好。啊，个人啊死脱了，给我好得出来呀！哦哟，幸亏玉凤贵人心，
贵人相聚得从容，生人不真的，当不真的。 18过去19春，独尊青龙交林。今年正当20一，金榜得中做公卿，莫下夫妻互相为。 今从远得还情。哎呦，好在先生说话不从那听，不必乱说哄骗那人。我女婿死了3天整，那一生是最不生。妈妈，你听我讲。抢着啦，抢着啦！不要求，不要求。开玩笑呢。妈，他这里，他这里。妈妈。 你们需要不相信，我此命随来一定在。他命中责任不该死，我情还在死郎人。官人，父啊！妈妈，里面是谁的？是我的国人了，先生，我老实告诉侬，刚才说个农民啊，是我的国女婿了。冤枉死了，已经3年了。妈妈，岂有冤枉因我不去申冤告上？不得高上到一旁，地去高上我起那个山。我母女几次去喊冤，男的长当全是他。我是鸳鸯夫呀，结告别啊，却都是一等板子滚车呀。妈妈，那就在往上告。先生，侬叫我到啥个地方去告你？妈。 我一路迎来听人讲，有一位新人情愿出京房，明日就可到黑人的花园带人去告上。那个毛儿不退婚，那个官夫不断账，这恐怕花园的板子更厉害。他为官清正理昭当。 体面如是不逊人，你们去告状，一定能够伸冤枉。先生，那今晚大生当真是个清官啊！是啊，你们去告上一定能告得成。丁金啊，跟俺倒是要去试一试个。得去试一试。哎呀，丁金啊，到啥个地方下场呢？是呀，到哪里去写呢？哎，我为写呀。啊，先生为得下场啊？为写呀。那么请先生替我下个场子。好。哎呦，丁金啊，快去读纸笔来。哦，不用，我这里有。哎呀，丁金啊，快替先生磨嘛！哎呦，刚好个先生了。去别来去写呀！他被张当说这冤枉们，刚才孙明都已经算出来了。哦哟，对个。三层老树原因，字里行间血泪淋，我是写上字是身份，明日里定交设置佛法律。上一写好，妈妈请回。哦哟，我老太婆不识字，丁金啊，快多去帮他检检看看，写的对不对啊？先生啊，这今晚大生当真是个清官。请是谁名是经？我算体面无私。妈妈放心就是。
要是长子高正，俺个女婿生了冤枉。这儿子一定要好好个下弄。哎，妈妈，我用好好个下弄嘞，我刚好个写啥了？妈，姐姐说长子写的真好，先生学长辛苦了，我们就要满心接他。那这副碗留下一啥子，就送给先生吧。还是我个国能想得最到了。啊，先生，俺屋里穷，没铜钿好不？妈妈不用。这里有啥子？就送给先生。妈妈不用，哎，不用，哎，不用。多谢妈妈。哎呦，不要客气个，一点点小意思了。那为情个。哎，先生，哈子了他在。妈妈，这下子我收下一只，还有一只就留在这里。做啥了？是下子人对夫妻相慰。哦，夫妻相慰。哈！讲句么好话，搿讲话人到底是不老实个啦。哎呦，先生，就是没有姥姥他把台子关上。先生啦，搿个说明先生啦，越讲越不像话。先生，搿说明先生到底是不老实个啦。哎呀，先生在。姨母，说明先生你醉了。醉了。哈，搿厂子不对啊。这好像是我官上的笔记。啊！哎呀，定亲啊！快把孩子收回来！银票可曾带在身上？小的已经将300两银票放在身上。好，不过一听说这新来的新安大人有些古怪。哦，金银财宝古董之外，一概不爱，一律不要，不知道这什么？哪一个新官上身，不长3天真成君子？不过偏偏那些无知百姓怕了。答应我现在多了，这世上没有不退心的猫儿。等一会儿300两银票往常一送，须叫他现原形。他也说得有理。大神到。师兄啊！王大人，有甚张望之相，有理了。本院也有一理。小的看见新安大人罢了。王大人回国奔波，一路上辛苦了。为国为民，官地辛苦而死。这个新安大人好像在哪里见过，是有点面熟。王大人，不知王大人以往可曾到过海宁？本院是有省长京都送礼来过江咯。不知王大人今日想要如何赐教？本院奉旨定案，初到海宁，半日上有不到之处，还请张师兄告
赵爷，王大人实有为难之事，有甚请你走前。丁大生有人激动讨过，尽管激动堂鼓，王大人公事要紧，有甚告辞了？且慢！张师兄，下官转身相请，岂有怠慢师兄之礼？还请张师兄同下官一同升堂立誓。有甚不乖啊？师兄不必客气，来，与升堂。是三堂。待击鼓声上道，待击鼓声上堂。冤枉啊！当下收回胡人，与我远行速速将来。告上人王兰英上告本人恶霸张大。那张大见识其心，欲转兰英，事实没想言黑我父，还宁愿官官相护，将我父我却当人遭。若遭谁会，若中夺死我父，小夫人深冤山寨，申诉无门。况且青天大圣，洞彻秋后，明辨谁者，上告上呈上之上来。张师兄，自让宿舍苦事谁也？大圣，想有生来特殊之身，光环之后，也想官分社稷，奉公守法，其为做出此事，分明是这刁妇要见诬告。上当，血口喷喷黑青了，上司欺人谁不巧？我不谁死的传山在城乱，恨一笑。大神，引进高原，恢复深渊，为他求好，还我刀变真为谁难道真原因是我好？乾坤朗朗正义昭昭，乾坤朗朗正义昭昭。一派胡言，大人，小夫人还有甚真谁事？待圣真。待圣便见大臣三公一旁。是。张欣，太爷把我的长子呈上。是。女票，
请他人明察秋毫。本院不知3年之前团长枉法的黑人冤党自请出动。请大人冤枉啊！大人伸冤呐！大人伸冤呐！上当，神证据人，你造事不造？片面之言，大爷作证，我负谁可造？负谁可造？这300两分银何用？你再来仔细看看本院是谁？就是3年之前你黑不是的红粉丝。关键说事是早就伏法，告辞。何不去？我无生理必不，继父当朝太师，你管把我怎么样？王之万法，使命动在我身为刑官执法事上。何分秀？朝廷今天的公明，万下七军才飞行，一封跨书请进城，官叫你非官下臣难报名。东豪未必王必信，天他地言我单身，张张上子将你告，天我地缘谁必去？小杂累累岂能饶？你强抢民女，抄毁民邦，霸尊连产，逼死人民。铁证是山，王法遥遥难寻迹。你管把我怎么样？大人，城内去过上方去。先长老，这回进攻民生局，来，将张当自我推出里上。是。娘子，娘子。